很聪明啊。啊，那个什么 TVBS 是什么网络什么电视台？新闻台啊，第四台啊。哦，会报道那个虾皮，虾皮的。台湾迄个收视率上悬的电视台呢，新闻台啦，新闻台伊上侪人看的啦。人外口食饭食，迄个啥外口的餐厅嘛，拢是放即台互看上侪。啊，你想安尼敢有公信力？公信力一定有够嘛。反正利用虾皮卖东西也遇到那个诈骗的，反而银行的存款被诈领了20几万哦。哎呀，诱拐你啊！就讲我看不到你卖的网址，那你帮我点这个网址进去呀。哎呦，可怕！无我甲教。哦，小心，没有经验的一定都是配合他点按网址进去，一步一步被。为着讲我要卖这啊来，你一步一步被诱拐到那个银行账户的号码。买家骗你，卖场不能下单呐。啊，所以伊就是要先诱导你去开虾皮卖场。就是安尼。哎呀，你有讲到一个重点，白拢会当超商下单，想要你一定要坚持。为什么不用那个统一超商卖后边已经做好了？为什么？有网址可以点按，可以下单，为什么不用？你以后若是搁有拄到第2个、第3个，讲我就是要虾皮，我们人要有底线。我甘愿我这条我卖卖，我甘愿我卖。但是爱风险爱骗骗，因为迄诈骗集团的看准你想要趁钱呀。安尼唔得对啊，急着要卖东西。哎呀，你要赚我的钱，那我就刚好拐你呀。我赶紧诈骗的这么可怕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2个月前东森嘛有报啊，这是东森啊，在 TVBS 那买家骗啊。这嘛是呢，你卖场不能下单啊。哎呦，虾皮截图卖骗卖家诶。那是骗卖家。可怕。网络截图。好，无你若要截图，要暂停啊。无你甲捡起来啊，收藏就好啊，这会当收藏啊，这样。有按个收藏就对，储存就对。按个储存。看你要很多钱。福利服务。顶管了啦。好你加载啊！福利服务，按可以看。福利服务。虾皮列高风险卖场，哎呀，高风险的，你看，安尼你看，单去年就200外人互骗啊。惊死啊！我甲拄安尼甲安尼迄个啥，甲应对，我知影讲怪怪的。你正安来这样？伊讲要敲电话，互伊讲无方便。无正常人毋是会敢接啊，正常人啊。正常。对啊。脸书内底伊个个人账户拢也无啥物文字啊，无啥物拢无资料。也无啥物迄个正常的反应状况。对，我甲你讲，迄都毋对啊啦，迄都毋对啊啦。啥物出生日期，啥物学历，对，完全拢无，就敢若一张相片。无po图啊，无活动。你我讲这是。建立群组用那个 Messenger 来通知联络，要引诱人家进入圈套。对，嘿啊，因为我甲你讲，第一，伊若是真正有心要买。你有心要买，是你爱甲我配合呢，我拢开好好啊，对无？我毋是讲叫你先汇钱给我，毋是啊，对无？到那个统一超商卖后变有网址，有可以下单。对啊，而且又比较便宜哦。比较便宜哦。我拢甲你讲啊，你都无爱，迄毋着你是你人怪怪啊。
定爱先研究这防诈骗啊。防诈骗。因人即马你看敲电话讲电报局，迄上老的老招啊嘛。啊，即马人拢要用新的招招数来干。那网络购物、网络卖东西啊，结果利用网络。看准卖家要赚钱呐，看准恁要趁钱啊。哦。哎呦，所以吼，甲恁怪啊。可怕。是啊，哦，够恶质的啦呀。知道我们有所防范，他就退出。对，退出群组了，群组就消失了。我就是要安尼甲试，因为我甲你讲，若真正真心要买，伊就讲无啦，我毋是好啊，我来用卖货变，对无？我就是要安尼，结果对方看你即个内行的，安那？你即个内行的啊，你看我随。用了哦，伊听了就随离开啊呢。哎呀，群主是马上消失了。对啦，退出群主。伊毋是真正要买，伊是要骗钱。可怕！正常人不会做那个退出群主的动作。对，嘿，伊会甲你澄清啊，伊会讲好，那我就用卖货变下单，因为我也更省钱。有，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这样。哎呀。无伊佫甲伊讲啥物待业中，你若待业中，你著较莫安尼学爸母拢嘛。还要用家人的虾皮钱包付款哦。我虾皮钱包迄毋是正规的物件。虾皮钱包一般人嘛拢是现金付款，太佫要骗来骗去，讲我爱用虾皮钱包。一般爱现金付款。对啊，我买遐济虾皮过啊，我无讲用虾皮钱包。对。因为我讲迄种的，就是有机会诈骗啊，因为看人列入高风险。新闻拢安尼写，讲虾皮卖场列入高风险名单。去年2022年那个上半年的骗200万。那个是什么反诈骗账户那个账号反诈骗单位报的吗？他们165就是反诈骗的反诈骗。打那个反诈骗的联络。有问题就打给165，还有求证来研究，人家有经验那就会讲出来。无你马上真正卡165，讲我遇到那个什么，人家坚持要虾皮下单的时候有那个。是不是有诈骗的呢？有发生过那种类似的事情吗？也有网络有报道了。你甲带迄个，已经有，你的电脑开袂出来，300多件哦。你的电脑开袂出来啊！好加载呢，电脑也开袂出来哦。你要开啥物货啊？网络网络有问题。还有宕机啊呢，无连失联的，做到中断的啊。无啦，我甲你讲。你讲话软体伤少，记忆体伤少。毋是记忆体伤少，是你的迄个可能较复杂伊。有中毒。好啊，直接点这好啊。我读一下，你起来，我来讲重点。